来看屏东夜市一间卖肉圆的档啊，接连续2天封供店。警方表示讲，那亲像是肉圆店第3代头家的查某囝哦，甲前任的男朋友有感情的纠纷，前任闹人去供店，所以档啊是乱七八糟。警方嘛已经抓到4个嫌犯。 2到半暝2点左右，2名查某人手提八达落车，对搁较头前的店面行去，无到3分钟，破坏了后，就随就车离开现场。屏东夜市知名的肉圆档啊，2到2天拢封供店，现场看板互人讲甲密密麻麻，破去的撇仔有的搁伫桌顶，有的脆片落涂骹，规个店面乱七八糟。因为破坏的状况严重，店家已经报警处理。我只知道他有女儿，可是他女儿不认识。 对啊，不认识啦，从小都在外面，都在外面哈。哦，所以当时在打的时候，你没有来营业？我没有，就休息啊。如果困去啊，较放尿，或者2人讲安尼。我那时候2点时候我在困，我在蹦安尼。 因为警方讲可能是感情纠纷，附近民众私底下表示，可能是犯案24岁姓张的主嫌和肉圆档第3代头家的查某囝有做伙，分手了后，查甫这边想要讲和，不过查某囡仔无意愿，姓张的嫌犯就2白早起5点外闹人去供店，因为第一摆只有看板歹去，店头虽换新的起哩，无想到嫌犯2到半暝啊，搁叫人来，甲一寡工具拢讲歹去，只好报警。经深入调查，张姓主嫌与店家家属有感情纠纷，因而前往滋事。 为避免事态扩大，警方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，迅速掌握犯嫌行踪，并将4人带案侦办。警方昨晚已经抓到4名嫌犯，全部依照妨害特殊和损害罪嫌，函请屏东地检署侦办。这家肉圆是屏东在地已经60年的老店，算第3代要第4代，生意真好，算是夜市知名的店家。进前拢毋捌发生这款情形，附近的店头拢讲足无奈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